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5月2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啊。今天胡适微跌，这个走势可以说是岌岌可危啊。截至收盘，沪指跌0.05%，深成指跌0.4%，创业板指数跌0.8%，市场全天震荡调整啊。虽然微跌但是上涨的家数可不少，3700只个股上涨，两市沪深两市全天的成交额只有1.01万亿，这个量是越来越缩意味着什么？大家也知道，就是随时可能要向下变盘。在这个位置3300多点，量不停的萎缩，马上就要进入1万亿以内。可以说市场是炒无可炒，没有什么概念可炒了。现在垃圾股、重组股都已经炒上天了。今天炒什么核电股？新浪证券报道说华尔街巨头看多中国科技股。近日，高盛披露报告显示对冲基金在今年1季度减持了美国7巨头，同时增加了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投资。业内人士认为，华尔街聪明钱的调仓换股显现出对中国科技股日益增长的吸引力。随着中国在开发新技术方面影响力日益增强，这些股票对外资投资者有吸引力。由米斯拉夫·马泰卡领导的摩根大通股票策略团队近日在致客户的报告中表示，新兴市场股票自2021年以来表现较发达市场同类股票落后40%。如今该团队已将其评级上调至增持，其中中国科技股是摩根大通策略分析师的首选。这个听上去还很美好但是这个无论是高盛还是摩根大通他所说的中国科技股指的是拼多多、百度或者是京东，这些算不算科技股呢？这个和美国的那个7巨头科技股是不是一码事？我觉得大家心里都有数也就是说，华尔街巨头所谓的看多中国科技股，你表面一看，他这名字说的这个标题都挺好的，但是你要仔细看看他所谓的科技股是啥，你就知道这典型的就是文字游戏这就是高级黑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说部分银行股股息率突破8%，存银行不如买银行股，讨论再升温。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把钱存工行不如买工行的股票。现在国内媒体已经开始，然后说又宣传说什么中国年轻人开始把那个钱从银行往什么3金搬。今年以来，国内存款利率持续走低，多家银行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日前跌破1%，传统储蓄吸引力减弱。与此同时，银行股的类固收属性凸显。截至5月23日，42家 A 股上市银行中，超70%近12个月股息率超4%，部分银行股股息率突破8%，远超存款及国债收益。心动了没有？年化收益至少是8股息率突破8%吗？就是给你分红心动没有？这种收益差距引发替代效应，推动银行股表现强劲。年初以来涨幅达7.66%。你想想如果你年初买的银行股，你现在股价涨了7.66%，完了股息对吧？给你分的突破8%，你这一下就15%了，都不止所以说按照媒体的意思，赶紧把钱从工行拿出来买这个工行的股票，存银行不如买银行股。说险资和公募基金纷纷加仓银行股，持股比例显著提升。进一步来看，银行板块内部走势分化，区域银行表现更为突出。业内人士认为，短期内高股息策略将持续推动银行股上涨，而中长期来看，息差水平和资产质量是关键。他这个文章很长总之就是让你心动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把那个存款取出来买股票。真的买银行股是那么美好吗？牢记这个时候让你把钱从工行拿出来，把存款变成其他的形式都是坏人。这个时候越把钱焊死在工行，就是存定期，死活就是不动，任他怎么吹，任他怎么画饼，任他怎么忽悠。现在就看谁能扛得住。为什么这么说截止到4月30号我们看看这个银行股的股东什么情况。这个工商银行前10大股东合计持股95.66%，就是他前10大股东持股是95.66%，那剩下的4.3几是在剩下的那些几十万
万啊、上百万的股民手上。如果范围再扩大点啊，工商银行前100大股东。就排名靠前100的股东合计持股98.66%啊，就将近99%。也就是说啊，你把前100名股东去掉，这是有剩下的几十万股民持有1%的工行股票。前100大股东有没有韭菜？有没有中小投资者？不可能的啊，都是机构。我觉得啊，前1000名这个股东啊，排名靠前1000的，恐怕已经占了99.几的股票，剩下几十万股民才拿不到1%啊。同样的啊，建设银行也差不多，建设银行更狠了，前10大股东合计持股97.48%，工农中交建、邮储银行都差不多。如果你炒股的话，作为老股民啊，应该知道这种筹码分布啊，这不典型的就是庄股啊。当然了，你也不能说这里面啊，这个保险资金、社保基金、这个国家队在里面，你说它是庄股，这么说不合适。但是它这个筹码分布来说，它绝对是叫筹码高度集中，这个不是一般的集中，这叫高度集中啊。尤其是啊，这些银行股股价现在在高位，在历史高位，它不是说在底部，在底部啊，你说我跟着后面吃口肉，它现在在不断的创新高，筹码这么集中，然后媒体啊忽悠韭菜去买。我在以前的节目就已经说过了，对吧？小韭菜去买，你人高义胆大，你可以吃一口肉，喝点汤，对吧？等到买的人多了，人家就出货啊，对吧？这不就是换人去站岗吗？现在因为买的人少，所以他这股价还得往上走，他一直要把你引到啊，引诱你，吸引你。等到这个散户啊，等到这些这个游资疯狂的进入银行股的时候，就是他出货的时候，这个99%的股票都在他手上呢，都在那100个机构手上。你这个时候，你把工行的存款拿出来去买它股票，运气好能赚个3瓜2枣的，运气不好恐怕就是高位站岗变成真正的山顶资本。等到它的筹码散尽了，都基本上到了散户手上，这个时候银行股的业绩它就要露出真面目了。那个时候还有钱给你分吗？那个时候就要增发了。所以不要听媒体忽悠，不要觉得现在啊这个股息率这么高，银行股节节高升，没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就是你记住了，为什么你进去还能赚点钱？那是因为现在相信的人少。现在啊，这工行、建行、农行这些机构在里面，它出不了货，没有那么多的人来接盘，它只能闷着头皮、硬着头皮往前拉、往上拉。它还要稳定指数啊。现在咱们银行的存款啊，未来确实是越来越低啊。无限接近于0，对吧？1年期的它已经跌破了1%，它说只有0.6%，1万块钱乘1年，这只有60块钱利息啊，10万块钱乘1年只有600，就这么个概念，非常少。但是你记住了，不管多少，你的本金是安全的。现在就是要保住你的本金，越是这个时候越要稳住。银行股它的业绩啊，它总有一天是吧，把这些所有的负面的这些利空，它都要展现出来。你想象一下，你目前这个情况下，银行的利润还一年比一年高，怎么可能啊？对吧？跟咱们目前这个经济状况，它吻合吗？银行业那水平能够逆风飞扬，对吧？这一切反常，它能坚持多长时间？丑媳妇啊，一定要见公婆。那个时候，你恐怕真的是像那个中石油一样啊，站在那个高岗上，你一辈子解不了套。我们再看这个北京商报啊，他发表一篇文章，一个大聪明啊，针对这个大股东违规减持啊，提出了一个建议，用技术手段杜绝大股东违规减持。这个有点像那个不是说那个强奸犯比较多吗？有人就建议啊，干脆一劳永逸，把强奸犯那个阉割了，化学阉割。这个北京商报恐怕也是从这儿来的灵感啊，就是说，你看大股东老是违规减持嘛，那我们用技术手段让大股东他就减持不了。我们看他怎么说的，他说又有大股东因违规减持被处罚，管理层可以考虑用技术手段直接锁定大股东持股，符合条件后解锁相应数量，从技术上杜绝违规减持，用科技来防范资本违规。5月23日晚间，证监会官网披露一则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田汉金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建水泰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因违反限制性规定转让股票、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被证监会罚没近2.3亿元。文章说违规减持不仅损害
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更扰乱了市场的正常秩序，轻视着资本市场的公信力。在此背景下，他说本栏就是这个北京商报啊，建议管理层运用技术手段直接锁定大股东持股，以从技术面杜绝违规减持，或许为资本市场监管带来新的思路。那言下之意就是啊，你看现在人工智能 AI 这么发达，把 AI 技术对吧应用到这种市场监管中，用技术手段来对付大股东，把大股东的股票给他锁定，让他卖不了，把自己账户密码输进去没用，对吧？弹窗告诉他你现在是违规减持，请收手吧，对吧？你现在正在犯罪，对吧？请这个悬崖勒马，对吧？或者再给他出来一个对话框，对吧？你现在正在犯罪，你还要继续吗？想想也挺吓人的。违规减持乱象偶有发生，根源在于违规成本与收益严重失衡。对于一些大股东而言，违规减持带来的巨额利益诱惑远超可能面临的处罚成本，这种不对等使得大部分股东心存侥幸，不惜铤而走险。传统的监管方式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威慑作用，但往往依赖于事后的调查与惩处，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难以在违规行为发生的第一时间进行有效遏制。而技术手段的引入则能够弥补这一监管短板，实现从事后追责到事前预防的转变。它通过技术手段锁定大股东持股，并依据减持条件解锁相应数量，这一方法具有显著优势。首先，它从源头上切断了违规减持的通道，大股东无法随意处置被锁定的股份，只能在符合规定并披露减持方案后，按照既定程序进行减持。这就如同为资本市场交易行为套上一层保护罩，让违规减持无法实现。其次，技术手段运用提高了监管的效率和精准度，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监管部门能够及时全面的监控大股东持股变动情况，不符合要求的大股东持股默认不可卖出，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违规减持行为的发生。这个北京商报这个主意行不行呢？理论上是可行的啊。实际上大股东啊刚上市的时候他禁售比如36个月啊，有的12个月，有的24个月，但确实他卖不了啊。违规减持它是怎么发生的呢？什么叫违规减持呢？这个禁售36个月啊，这种他卖不了，但是这个禁售期一到他就可以卖了。那后面为什么还有违规减持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反过来看，就是你这个规是什么规啊？就像交规呢，你天天变，你那个交规对吧？一会儿红灯停，绿灯行，你过2月你改成红灯啊可以走啊，绿灯你不一定能走，对吧？也就是违的什么规？如果你这个规则老是在变。第二个啊，就是大股东他为什么冒着对吧被监管的风险，他要减持？这个不能单单的说啊利益巨大，对吧？冒着风险去减持，实际上说明啊大股东的心中啊这只股票它不值这个钱，他认为现在价格很高，对吧？他在大股东心目中这股票就值2块钱，你现在涨到40了，他能不卖吗？对吧？你把枪对着他也想办法卖啊，卖点是点啊。我们反过来说啊，大股东认为他这股票值40，但是现在他的股价只有3块，你说他会卖吗？对吧？你把枪指着他让他卖，他也不卖啊，不就这道理吗？就是大股东为什么要减持啊？你说那个什么啊，那个什么搞杀毒软件的，你说他为什么在股价最高的时候他要离婚，对吧？一半给老婆拿走，老婆拿那个就去减持，这个就是叫绕道啊减持，或者叫借道减持，技术性离婚。为什么？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我靠，这一个人工智能，一个什么 AI， 它的股价就翻了2倍1倍的，对吧？那他知道他的公司不值这个钱呢，对吧？还不是市场这些赌徒在那儿爆炒，在那儿疯炒这些概念，炒的大股东都害怕，大股东觉得不走都对不起这些，对吧？这些散户，这些赌徒，既然你要的给你啊。所以说啊，你老拿减持来说事，这大股东为什么要减持？有人说了啊，他减持是为了他违规减持，他也是为了筹集资金，这个就是胡说八道了。如果他的那个股票啊，现在价格就是10块，但是大股东认为他那个估值，他那个股票被低估了，严重低估，他应该是80一股。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把他的那么便宜的股票卖掉，融资嘛，回笼资金，他去干啥？去买个游艇是吗？就像你现在住那房子，你认为你那房价应该值4万，现在房价只有8000，你会卖吗？
我把我这房子卖掉，但是你心里认为你这房子应该值4万的，你会把你房子卖掉吗？急着卖吗？你根本没必要啊，对吧？你缺钱，你可以把房子押给银行，从银行借点钱。大股东也一样啊，缺钱把股票押给银行，一样的从银行可以借来钱。所以说啊，这个你要让大股东不减持，让他心甘情愿的就停止这种烂炒啊、爆炒、无厘头的炒作。大家还记得万科吧？那个应该是16年吧，这个野蛮人姚振华呀，他就在二级市场狂买万科的股票，他就认为万科便宜了，对吧？你多少钱？那时候才10来块钱，11块、12块的，玩命的买，买到18，买到20，他还买，居然万科管理层不让他买，为什么？因为姚振华觉得那股票它值啊，对吧？我买这么多，我可以控制他上市公司啊。但20亿股，后来不让他买啊，你25亿股、30亿股他都买，那言下之意就是万科低估了。这个时候你怎么没人骂他减持呢？对吧？那个万科的管理层你怎么不去减持呢？你赶紧减持啊！他也不减持，他也开始买，到处找钱。所以说啊，如果还在讨论减持，什么违规减持，就说明这个市场就是一群骗子啊！你骗我，我骗你，无非就是啊，这个我把你股价拉起来了，你可别走啊！你大股东别跑在我前面，你那筹码多，你要一跑，谁受得了啊？不就这意思吗？所以说吵起来你不准减持，对吧？我们吵起来，我们先走。让我们先走，让这个对吧？让庄家先走，或者让这些游资先走，让领导先走，对吧？你要先走就是违规。为什么说这个胡适啊一群赌徒呢？你看啊，这我们以前也介绍过这个锦州港，这个锦州港因为它自身原因啊，它要退市了，居然还有很多人在这里搏杀，赌它不退市，所以这锦州港啊叫生死过山车啊，那股价啊从5连板到天地板再到双跌停。8万股东深陷绝境，可以说啊，锦州港的股价走势啊，堪称一部惊心动魄的悬疑大片。从连续跌停声望的这个绝望深渊啊，再到地天版的奇迹逆转，然后又到天地版的这种跌停，然后再双跌停，是谁在里面腥风这个血雨啊？为什么这些股民8万股民这些散户要在里面搏杀呢？为什么涨停了我不跑呢？现在锦州港股价死死封在0.87元跌停板，跌停封单高达46.7万手，超过4000万资金在跌停板上苦苦挣扎，被焊死在跌停板上的投资者连止损离场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每天成交非常少，对吧？死死的压在那个跌停板上。4月25号，锦州港开启连续跌停模式，至5月9日，股价在0.76元的低位上演今天叫地天板，先是从跌停突然到拉涨停，随后便是连续拉出4个涨停板。你说谁在这儿翘板？谁参与这样的炒作？这不就是赌徒吗？在5月21日成功收复1元面值，暂时脱离退市边缘。这波逆袭让无数投资者啊看到希望，甚至憧憬绝地反击的财富神话。很多这个赌徒啊闻风而至啊。市场残酷远超想象。5月22号，锦州港突然上演天地板，也就是从涨停到跌停，股价再度跌破1元。随后2日连续一字跌停接踵而至，将所有追涨或抱有侥幸心理的投资者全部闷杀。这种走势如此前因财务造假退市的卓朗科技如出一辙，先以涨停诱多，待投资者蜂拥而入后，再以连续跌停关门打狗，最终走向退市结局。退市警报拉响，为何仍有人搏杀？这个不是赌博了，这就是纯粹是搏杀，玩那个轮盘赌啊！事实上，锦州港早已危机四伏。2024年年报显示，公司巨亏66亿元，净资产为负，且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那这种肯定是要退市的，你救都救不活啊！重大财务造假更是触发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条款。如今股价持续低于1元面值，交易类退市风险高悬，在退市几乎板上钉钉的情况下，任由投资者选择冒险博弈，这个就不能叫投资者了，这就是纯粹的就是赌徒啊！这个锦州港叫一身的病啊，不仅亏损巨亏，而且还财务造假，这种啊你早退市早收益啊，结果居然还有8万人去搏这个股票。说真的啊，这8万人你要搏锦州港这种股票，你真的不如买工行股票，对吧？你买工行股票就是好歹怎么论也算是投资啊，无非到时候就说投资失败，你这属于赌博啊。说
目前锦州港近8万股东正深陷泥潭。此前开板后的5连板本是绝佳的逃生窗口，如今却成了更多投资者葬身之地。这场资本市场的悲剧再次警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股市中，贪婪与侥幸往往是致命毒药。理性投资，敬畏市场才是生存之道。敬畏市场就是现在不要进去，对吧？要知道这个，我们说俗话说吧，惹不起我躲得起。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